伊暗过嘛是足严重诶，迄片仔拢用要规个拢着要黏起来安尼啊。啊，你看今日若有今日疼甲四个字着我咧诶，挂安尼啊。无咱时间到，咱就来开始啦吼。好，请连长长了，带咱祈祷开始好无？好，咱会三个祈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这疫情的中间，你互阮咱过一遍来到你面前，要通过你的话来三甲来体会上帝你的疼，啊，通过龙子回头这个故事，通过牧师伫遮的分享，阮我知阮伫这疫情中间，阮着扮演相关的角色，才会当互侪人会当因为阮来得到帮衬。啊，求你祝福教会侪兄弟姊妹面对这个事，其实阮着爱搁较开阔的心胸来面对。阮惊，毋过阮知阮若踮伫主内面，阮会得到平安。求你祝福今日时间，互阮今日一切为头到尾，拢有主你的神亲自带领。开始进前安尼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多谢。好，咱伫浪子的譬喻中间，除了概论以外，吼，咱已经有讲过7种的角度啦，吼，对伫祈祷啦，对伫咧讲着新生命啦，也是咧讨论公义甲慈悲，吼，是讲流浪的人感恩，吼咱前边有讲着放手搁服侍的态度，吼，今仔日要对伫即个在故事中间有一个主题叫做宴谢啦，吼。读即段的特别是路加福音15章整个的3个譬喻这中间有发现讲吼，其实另外一个足重要贯穿路加福音15章一个足重要的主题，就是今仔日要讲的宴谢吼。其实你若要搁较进一步来讲，整个的圣经其实拢咧讲宴谢啦，吼。这是伫即个咱咧看到讲，咱是安怎会去讨论讲，即个大囝其实伊是一个浪子，是因为伊无爱入去老爸所设立的宴谢，吼。所以伫遮咱要做伙来看啦，吼。我咧努力啦，我可能会写较长的文章，可能无得较会想要来写一本册，甲即个主题有关系吼。搁咧抄找资料安尼啦吼。咱今仔要对即个角度来看啦吼。咱真侪人看到浪子的故事，真侪人拢为着即个大兄来讲打抱不平啦吼。因为介绍讲伊拢真乖伫个老爸的家内底吼。一个真通啊肯定的，亲像伊老爸老尾甲伊讲，囝啊，你常常甲我相甲伫咧，所以基本上伊是甲伊的老爸定定伫老爸宴舍内底的人，但是伫迄个足重要的上老尾的坎站，伊却放弃，无爱入去伊老爸所设立为着这个浪子细汉囝伊的回头欢喜的宴舍，伊所拒绝吼。这个是一个真互咱值得咱去思考的一个角度啦吼。当然咱知影迄个细汉囝就是安尼爱讨啦吼，甲财产开了，你要看迄细汉囝的宴舍，对伊的角度来讲，伊的宴舍是一个无好的宴舍，对无？伊头起先就是甲因老爸讨钱嘛，讨钱了离开，就是离开因老爸宴舍，无甲因老爸搁带做伙，无逐工做伙食饭嘛吼。过来咧，伊的宴舍是啥？是迄种奢华宴乐的宴舍，是甲酒肉朋友做伙欢喜的宴舍。迄无共款啦吼。伫圣经中间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我伫互咱的资料内底上落尾有去讲着拢总30几个角度，伫圣经记载咧讲着宴舍即个
代志吼，啊，念咪会小可过来提着安尼啦吼。事实上吼，老爸对即两个囝拢无讲足无公平啦吼。我认为介公平啦吼。比如讲，拄开始的时阵，细汉囝提出要爱讨财产，大汉囝伊根本无开喙，但是这老爸呢，伊就将财产分互因两个。圣经甲咱讲，将财产分互因两个哦，所以平均的好。上落尾的宴请。即个老爸邀请即个伊的囝转来做伙逐个拢做伙欢喜嘛，邀请伊的大囝，所以是真平衡啦吼。那对今仔日要来探讨即个宴席的主题是，咱来看伊的前提啦，就是拄则已经讲着15章路加福音15章，耶稣所讲即三个譬喻，无论是即个失羊的譬喻也好，也是失钱的譬喻。也是浪子的譬喻，拢因为耶稣甲罪人做伙食饭，即个宴席开始讲起的。因为因批评讲，即个耶稣哪会当甲罪人做伙食饭啦？吼！耶稣用安尼才来回答因，用即三个譬喻的故事来强调上帝是一个慈悲、阁有怜悯的上帝。是一个赦罪的上帝，是一个用福音做宴席，要互需要的人的上帝。哦，这个是会通讲是福音的中心啦，吼。宴席嘛是咧指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来看15章第1节、第2节的经文，安尼写来讲，有一遍吼，有真济毛税吼，甲罪人来伫倚来啦吼，耶稣遐听伊讲道啦吼。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念啦，讲吼即个人甲即个毛税的人甲罪人吼，甲因做伙食饭吼。所以伊对耶稣甲遮个人食饭，因感觉真无法度接受啦，认为耶稣无应该安尼做吼。这是遮个法利赛派甲经学师因的角度啦吼。意思是讲，一个自称做义人的人，就袂当甲遮个罪人有交往。做伙食饭通常是有关系，才会做伙食饭嘛吼。你无可能去亲像咱讲民间宗教讲流水席凊彩咧招人来食吼，基本上毋是安尼啦吼。所以伫路加福音咧讲到的即个部分，到底要甲咱传达啥物物件？我想借着安尼，咱今仔日会甲即三个譬喻拢小可整理一下，咱做伙来看吼，咱做伙来思考。对基督的军队者来讲，宴席的重要性吼，无输其他的教士啦吼。咱咧讲，即个焦点是放伫迄个慈悲、怜悯、佮赦罪的上帝，以设立宴席的角度去看。吼，这也是耶稣咧回应法利赛派甲经学师咧讲的即个原因啦。吼，所以其实焦点是应该是对宴席开始讲起。吼，我甲即三个譬喻放即个表，咱做伙来看。吼，主角是第一个是100只羊仔，第二个是10个钱，第三个是2个囝。吼，失羊的譬喻失去一只，第二个譬喻是碰见一角银吼，第三个是碰见一个囝。吼，较重要的是，互即个主人比较会当稳固的是99只羊仔，9箍，也是迄个大汉囝。吼，故事的共同点就是拢找着失羊，找着失钱，迄个囝嘛倒转来啊。上落尾就是安那，拢设立宴席，伊就找着拢欢喜，去招厝边来做伙欢喜。吼，设立宴席是共同的主题，上重要的主题之一啦。吼，会通是讲整个的路加福音15章拢咧讲宴席。吼，也是讲其实福音的重点嘛是宴席。
啊，咱来思考，就是讲，亲像耶稣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啊，伊甲学生做伙伫遐来坐啊食饭，啊，伊就讲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哦，这个出卖嘛是有可能咱指大汉囝、犹大、大汉囝，也是讲去互这个撒旦卖了伊的心底，吼，这个有迄个角度啦，吼。所以，即三个教导拢是用宴席来做结束。各样的人找到失迷的羊，就邀请朋友甲厝边做来欢喜。失钱的譬如找到小钱，却设立宴席来请朋友来食。龙主回头了后，老爸吩咐这仆人来抬一只肥牛仔，设立宴席做伙欢喜。咱拄则甲迄个表所看着，放了9箍银去找1箍，这个譬如较无正义啦，因为钱袂走。但是后来伊用钱来请人客，也是讲去请人客，就爱开钱，这个部分咱会感觉讲，有可能爱开较济啊，这个表达啥？甲迄个失迷的羊共款，咧表达讲一个上帝。迄个主人，伊找到一个失丧的人，迄种欢喜，也是讲迄种伊看做价值的，是超过咱所看迄个咱讲的迄个价值啦。找到1箍，真欢喜，所以请人客；找到羊嘛真欢喜，所以请人客。伫99只羊甲大汉囝的故事内底，拢比较较会有正义啦，特别是即个大汉囝的故事、龙主的故事内底，有个人讲哪有可能一个人为着一只迷失的羊去放99只无要顾？也好，咱亲像咱时常咧讲着这龙主的时阵，逐个拢讲这老爸哪遮偏心？事实上，牧师也甲咱讲过若摆，这老爸无有偏心的。因为伊看伊的囝拢是足宝贝啦，伊拢真平衡，伊拢真平衡。咱倒转来看迄个第二个譬如9个钱的思考的时阵，伊无正义啦，就迄个钱袂走，所以伊就也无危险性，所以伊就真放心放落来去找。这要带咱来思考，用这个9个钱仔会来思考大汉囝。甲99只羊迄个身份啦，就是讲基督徒毋是干那得着福气尔定，咱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这个责任对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护照那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迄个村的9个钱仔，真稳固，袂乌白走，互主人咱所讲的上帝来放心。这是较重要的重点伫这个所在。大汉囝99只羊仔是咧指啥物人？就是讲，甲这个9个钱有啥物关系？耶稣的譬如是讲，99只羊仔应该爱成做迄个，互各样的人真稳固的力量甲帮助。大汉囝就爱亲像迄个9个钱共款，袂受到影响。来成做伊老爸帮助，来成做一个甲伊老爸做伙来接纳，疼即个失去佮得到的小弟，毋是干那为着要为家己来争取权利，顾家己来出乱，即个伫即个角度，安尼互咱做一寡提醒啦，当然，龙主的故事中间，大汉囝咧指啥物人？就是指路加福音15章第1节、第2节所咧讲的法利赛派，甲遮经学士啦，因是选民啦，因先得到福气的人。咱来看选民的根基伫倒位，就是伫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圣经甲咱讲，上主对亚伯拉罕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赐福你，
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因。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是大囝法利赛人经学士因的呼召，甲因得到福气的一个咱讲圣经的根据吼，这个来源呐。咱要来思考是讲，上帝伫即个所在，甲亚伯拉罕所讲的，上帝要互伊做大国，迄个时阵伊还无囝哦。上帝要祝福伊。咱大概知影咧讲到应允吼，大概讲到两项，第一个是土地，第二个是后代，是讲人民，还是讲子孙吼。但是当亚伯拉罕接受即个应允的时阵，伊还无囝，所以上帝要爱互伊先得到福气，然后搁要呼召伊安那，要互别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这是呼召。头前才是福分，后壁才是呼召。搁来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个呼召，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时常袂记得，因只有会晓伫迄个所在来批判。咱讲呼召，互人得到听，用上帝听老爸听来听别人，是大囝的呼召甲积分。但是真可惜，这个大汉囝的表现，就是甲这个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士共款，因拢安那，拢伫遐批判。伊伫遐讲，毋过你这个囝吼，为着充饥吼，甲你的财产开了，伊一个转来，你着为着伊来杀迄只肥牛啊！然后咱亲像伫路加福音15章第2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士心内所咧讲的，即个人伊接纳罪人，甲因做伙食饭，因感觉哪会使安尼啦？哪会使安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开始要来做一寡来思考啦。大汉囝应该爱有的譬如是安那？讲大汉囝代表大汉囝，就是即个法利赛派甲即个经学士，因已经得到福分啊。已经是咱讲，已经成正做基督徒啊。但是伊无想着讲，我已经有得到福分啊。路加福音15章12节讲，伊的老爸就甲因分家伙。咱来回想迄个大汉囝伫老尾咧讲的时阵，伊完全无提到讲老爸已经有分财产互伊啊，有无？伊无讲哦，伊敢若讲，你这个囝甲你的财产开了。咱用一个较开阔的角度来看，你得到财产，你完全无摕，嘛是开了，因为迄是恩典，你甲恩典开了啊，你无甲伊当作是恩典，这是第一个角度伫这个所在，所以伊拢无去看到讲，我已经得到这个机会啊，财产我已经得到啊，老爸甲伊讲，囝，你不是拢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总是你这个小弟是死去，有活，失落有得到，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你不是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不是甲老爸做伙。咱伫开始的时阵，牧师有小可讲着，就讲伊逐工拢伫厝里甲伊的老爸做伙伫遐宴席。逐工拢爱食饭嘛，敢毋是？逐工甲伊的老爸，也是讲，咱用一个搁较天国观啦，有一个人逐工拢伫天国内底甲上帝做伙食饭，但是伊有一工讲，甲上帝讲，你是安怎互迄个人入来天国？伊拢去外口咧热踅，我拢无食着好康的。咱用安尼去想象的时阵，就知影迄个大汉囝的问题伫倒位伊无将伊的呼召去听遐个需要关心的人，感觉是一个呼召甲责任安尼咱看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咱拄则有读过。讲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本地本族甲伊老爸家的时阵，伊甲伊讲，伊要成做大国，要
来祝福伊，要互伊诶名做大。但是上帝嘛，同时叫伊爱互人得到福气，嘛佮甲提醒讲，要因为伊来互侪侪人来得到福分。伫圣经内底，我用拢总35个经文来去讲到圣经中的应许啦吼。伫遮咱一个一个来思考啦吼。我本来要甲分类吼，但是感觉有诶分类会分甲足复杂安尼吼，所以我就照次序安尼先整理到遮吼，有诶我还袂阁整理出来吼，慢慢我阁整理遮会阁互咱一寡update 诶资料安尼吼。好，伫圣经中间第一个应许是啥物诶？是上帝颁列互伊所创造诶人，咱讲亚当夏娃。这个应许伫倒位？这个应许就伫爱甸园嘛。爱甸园，咱对咱即摆角度来讲，这爱甸园就是上帝园，就是咱讲的天国。一个受创造的人会当去管理上帝的国度，这是恩典嘛，对无？这是恩典。但是真可惜，伫桌仔顶所摆这青草的物件，上帝甲亚当甲夏娃讲，园内底你拢通食。咱若用去用请的这个角度啦，就讲我若出伫桌仔顶食菜，你拢通食，但是灶骹你毋通去食。偏偏就有人安那，亲像亚当共款，走去灶骹头食无应该食的物件。若用现代角度讲，着食歹巴肚，因为伊食着无应该食的。这是迄个问题啦吼。上帝伫伊诶国度内底，将所有诶拢邀请咱做来食，但是敢若讲迄个无伫桌仔顶诶，咱莫食吼。这是咱讲爱甸园诶即个应许。过来，咱看见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接纳天使，接待天使就是亚伯拉罕接待着3个天使。一般伫圣经学咧解说时阵讲，即3个就咧指上帝本身，三一上帝，咧代表上帝。咱定会讲，你若去接纳一个智慧世，有可能你就是接待着上帝。你去接待着上帝的使者，你就是去接待上帝吼。大概是安尼角度，互咱做来思考。你看到即个亚伯拉罕看到即3个使者来到因遐时阵，伊就安尼强留因落来做伙食饭，这是应许，是接待天使的应许，就是接待上帝。然后伫即个中间，即个应许中间，伊得到啥？伊得到祝福的应允，则着即3个使者甲伊讲，伊将来要爱有囝，伊将来要成做大国，爱子孙介济安尼吼。当然，这故事中间，佫看到撒来伫后壁咧笑，这佫另外一个故事啦吼。过来，当即3个要离开亚伯拉罕遐，去到伫罗德所住的即个俄摩拉即个所在，伊去的时阵，就甲讲伊要去遐看来毁灭即个所在，因为即个所在是犯罪。当因去到罗德的厝呢的时阵，罗德换那接待因。罗德所办的宴席是啥物货？是一个接待着出外人的宴席，因就接待着天使，所以就有迄个机会得到救恩。迄个天使带因全家出来嘛，对无？所以因会离开迄个所在，然后就无受到迄个俄摩拉即2个城的毁坏的影响，真可惜，伊的太太落尾活头，咱看到约瑟为着伊的兄弟所摆宴席，这个宴席是啥？这个宴席会咱讲3人的宴席，因为伊的阿兄、伊的小弟毋知影伊到底伫倒位，因就甲卖掉安尼尔定。当伊做宰相的时阵，伊安尼看到伊阿兄来即个
茶米娘伊就真欢喜来办即个宴席，伫迄个所在，了后伊才甲因相认，吼。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一个宴席。伫遮咱会当看到迄种真水的和睦的关系，咱嘛看到约瑟是一个真忠仆人的角色，吼，真好的服侍的态度。伊拢讲这是上帝安排我来，吼。咱嘛看到叶忒罗的宴席，咱知影当摩西离开埃及逃难。去到伫旷野，去到米甸的旷野的时阵，退几个查某囡仔来拍替一寡甲因欺负的即个各样的人，这查某囡仔就带伊倒转去，去甲因老爸介绍，讲有人甲因帮忙，因老爸讲是啥物人，你毋着即个做伙来做伙食饭吼。我想伫即个过去，即种游牧民族有即种的文化甲特性。因有拄着出外人，基本上因拢会留，因为后一站要去到倒位有通食，毋知影，因会留因落来安尼吼。一种真好的款待，嘛得到上帝的祝福，摩西就诚做伊的囝婿吼。过来搬过一个暗顿，这是上帝保守的宴席。咱知影胎大囝，咱讲圣经中间所记载迄个大瘟疫的即个灾难。上帝透过羊羔的血来甲因保守，甲因讲恁着爱伫厝内门关起来，三角来分享，杀迄只羊食迄个饼，伫遐来度过苦难。这是上帝保守的一个宴席。伫埃及出来了后，以色列人无物件通好食，因伫遐埋怨，上帝无生气。赏赐因所毋知的物件，因叫做玛纳，亲像饼安尼，嘛赏赐烟吞，即个宴席来饲因，拢总几档，拢总40档。咱若去看约书亚书第5章12节所记咧，当因进入伫迦南地了后，迄过工就无搁再有玛纳吼，上帝养饲因40档。咱伫差不多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个中间有侪无同款的献祭，这拢是一种回应上帝的宴席，摆咧伫上帝面头前。咱咧讲感恩节的宴席大概类似是安尼。伊献祭是感恩也好，是认罪也好，是素祭等等遮的。拢是伫上帝面头前来摆即个宴席啦吼。当然咱会当看着讲，因出来入了后有3个足重要的节日，因拢会有宴席吼，包括节大平仔节度假节等等的。当然因有禁食，嘛有宴席吼。过来，咱去看见迄个基甸的时阵，上帝也叫伊着爱摆即个宴席，然后甲伊讲，这是耶和华沙龙吼，沙龙你用中文读较袂出来吼。沙龙是平安的意思啦吼，上帝的平安甲因三角地利。你知影讲，基甸所带领以色列人迄阵面对嘛真强的即个国家的侵略。所以因伫遐嘛是有需要上帝的平安甲因三角地带。第11个即个故事就是耶稣伫新约咧中间咧讲到安息日，伊学生摕物件咧食，去互人批评的时阵，伊就记即个经文的所在讲，就是当大卫甲伊的军队者伫咧逃难的时阵，腹肚也无通食。即个祭司呢，将圣殿内底祭物的饼，就来互因食吼。这是咱所看到咧讲到安息日相关的恩典，讲到拯救，嘛讲到服侍啦吼。过来另外一个接纳的宴席，这个讲啥物人？就是扫罗死了后，大卫接续做王，但是因为大卫有答应伊好朋友。讲着爱照顾扫罗因即个家族，
伊毋但照顾扫罗的孙，佮含因兜的仆人，伊拢照顾。这是接纳的宴谢。伊佮请伊的孙仔，拢做伙来伫王宫内底做伙食饭。啊，这是真困难吼，就是讲，照讲扫罗是害大笔太几啊摆，应该是伊的对敌，但是伊是真正对安尼来实践迄个听你的对敌的教导啦吼。先知以利亚咧逃难的时阵，上帝叫去挖克一个寡妇，结果挖克这个寡妇无物件通好互靠，无油吼，但是伊用心热来帮衬伊，啊，两个拢得到照顾吼。挖克上送香的人，这有需要信心的吼啊。当然，伫这所在，先知也借着上帝的同在，伫遐来行神迹，来养饲即个人吼。过来，伫列王上悬即边即个所在，咱有看到讲救命的宴谢，啊嘛伫以利亚伊所做的即个代志吼，帮衬迄个有需要的，用水甲饼。以利沙受呼召的时阵呢，伊安那？伊替伊本地咧工作的牛仔请遮的因故乡的人，这是回应呼召的宴谢啦吼，回应呼召的宴谢。过去阮伫迄个家己中会时阵吼，家己中会若去参加牧师的就任，也是讲去贵中会吼，即个地主教会就拢会摆中昼顿吼。叫人来办桌安尼吼，这是家己中会的文化甲特色啦吼。连台北中会都无法度安尼做啦吼。这是无共款的讲，小可若亲像即个以利沙伊受呼召迄时阵共款安尼吼。伫列王下悬的时阵，嘛有饲足侪人食饱，用少少物件饲足侪人食饱的神迹。就是伫列王上悬第4章42节到44节，以利沙伊接到20块饼，但是却有法度饲100个人，佮有剩。吼，这个养饲的神迹是主特别的恩典。当然，伫耶稣的手中有2摆养饲5000人，1摆饲4000人的这个故事，咱连咪换哪会讲着啦吼。过来17个吼，就是诗篇23篇咧讲即个主的保守甲祝福吼，就是伫我的对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吼。来，以斯帖的宴谢呢，是用上帝智慧、上帝保守，将即个想要用假冒来招卖以色列人的即个宰相的假冒来甲伊露出来。借着以斯帖王后2摆的即个宴谢，来互即个咱讲的牛骹扫出来安尼啦吼。19个尼布甲尼撒的宴谢是一种啥物货？是一种试探吼，因为伊着爱因拢总改做因咧食物件，但以利甲伊的朋友着要求讲，伊要照因犹太人的即个真洁净的食食的方式，伊无要接受因的食食，这着好若亲像迄阵咧讲的，前礼拜咧讲即个马加比即个王朝的时代即个叙利亚的国家来统治整个犹太地，强迫因爱食猪肉，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足大的试探吼，嘛是真大的侮辱吼。过来，咱看见耶稣所受的共款，这个石头的宴谢吼，石头宴谢共款嘛是试探甲信心。耶稣用什么？用上帝的话来赢过这个试探吼，用赢过试探，特别咧犹豫40暝日这撒旦吼，互伊去看遐石头你有才调甲石头变做面包，但是耶稣无安尼来受到威胁啦吼。过来就是四福音拢有记载，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宴谢，这个宴谢
是要互人看到上帝的信任，还是讲上帝的宽平？过来，甲主同工的重要性。这个宴席是爱有同工哦。啥物人是同工？迄个囡仔奉献5块饼，这个嘛，互这个门徒耶稣甲因讲啥？恁着爱去饲互因饱，所以因爱做奉献，甲这个上帝互以色列人的祝福，因为老尾剩12人，这个代表以色列人的祝福。另外，伫4000人食饱食，咱有看见，共款是新约，共款是甲主同工的重要性，共款是有人奉献淡薄。但是，搁较无共款的是，这个所在是伫外邦，而且剩7人，这个代表着福音的祝福是要互外邦。过来，耶稣捌讲到大宴席的譬如，这个大宴席就是讲天国啦，那参像一个宴席，这个真清楚啊。其实整个圣经的焦点就放伫这个天国的宴席，伫这个内底。过来，马大宴席，马大宴席就是服侍态度的问题啦。马大所摆列的宴席，其实是无受到真欢喜的回应因为伊拢伫遐拗念伫遐埋怨，伫遐指责所以这是互咱来思考服侍态度的问题。过来，有准备的宴席，咱讲10个童女为什么这个是足重要的呢？这个甲天国的信息有关系啦这嘛是耶稣咧讲着天国，就是讲咱常像新郎要来娶亲新郎要来娶亲呢你若无准备的人，你就会失去迄个时机所以爱看重迄个时，什么时？是随时啦，讲随时爱做准备，因为主的时间咱拢毋知影，只有主上帝知，含囝就毋知这是天国。天国，咱有准备人，就会当入天国。最后的晚餐当然四福音这个哥林多前书，我那有讲到这个部分啦这个搬过节的转化，最后晚餐是即摆圣餐。当然咧讲到救恩，这个救恩是借着耶稣的牺牲，所以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着今日来纪念我。嘛讲这个花是我所这个杯是我的花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所以这已经设立一个真水的典范，彼此分享3甲8饼锁门就是耶稣搁我咱伫前几礼拜有讲到搁我耶稣伊伫迄个门徒甲门锁起来，咧行犹太人找着因的时阵，伊伫遐搁我来显现。伊甲因做伙来啉食，证明伊是搁我，毋是鬼魂。过来，伊出现的时阵，伊甲因讲愿恁平安，所以这是我是一个平安的宴席，伊甲因3甲做伙伫遐。耶稣第2摆显现是这个以马忤斯的所在来甲2个门徒行做伙。2个门徒到落尾嘛邀请伊留落来做伙啉食。伫迄个咧8饼啉食的时阵，2个学生者讲我这是老师第3摆就是伫这个加利利海，咱讲提比利亚海的这个早顿啦约翰福音21章第4节到13节耶稣叫我了后，第3摆甲因显现，然后伫遐陪这个鱼来互因食，佮甲因讲恁来食早顿这个较重要的，借着这个耶稣甲彼得问3摆，你有爱我吗？这个是足重要的代志受呼召受呼召。过来听的宴席啦这个就是上早期的爱餐的问题我要甲同工分享有的教会爱餐是迄个问题所在地啦但是咱教会我感觉真好，大家拢真同工真喜乐伫内底服侍
这是真水的。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讲到教会宴席内底有9分，所以到尾就爱设立执事来管理遮个事务性的代志，这咱改革中就对治保罗的这个制度开始设立长老，设立执事，这个是得教会体制的建立啦，再来呼召的宴席，彼得做着梦，有迄个异象，有迄个无清气的物件落来，这是上帝咧呼召伊爱去伫这个哥尼流，一个意大利的官哥尼流的厝呢，咧代表是外邦福音的呼召。过来启示录19章第9节咧讲到羊羔的宴席，讲到牺牲，讲到救恩，讲到赦免，讲到主的掌权，羊羔的宴席当然嘛是咧讲到天国的宴席。上落尾甲咱讲3个部分，就是性命的宴席啦，因为圣经嘛真长，所以我无甲经文，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有啦，这个部分就是讲，咱若望会当透过这个经文来思考，耶稣所咧讲，这个教是真真正正咧讲到，这其实毋是咧讲到，食物件这个代志啦，伫这个这2天的读经的分享内底有讲到这个讲吃这一本书，其实嘛毋是咧讲真正食物件会食，是咧讲到一个性命，咱要安怎来活出迄个上帝真理的性命，这较是重要的。伫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22节到59节，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其实就是耶稣讲，若食着我的饼的就袂阁枵啦，大家咧讲这个这个当然毋是咧讲着肉体像迄个饼，是咧讲着活命的饼，活命的饼，这是活命的宴席啦，那好亲像伫约翰福音，耶稣甲这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所讲的话，你若啉我互你的水，就无搁再喙干，迄共款的意思，共款的意思，所以咱若有机会才慢慢来甲这个经文小读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耶稣伫遮咧强调性命宴席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伫前几工分享的，用以西结书第2章第8节到第3章11节这个中间咧讲到我看到一个天使伸一支手来我遮摕一个一根册棍，讲你喙开开来食这个以西结受呼召的时阵，上帝甲伊讲的，食这本册，然后去甲人民来教导啦，所以迄个就是讲爱甲上帝的命令来甲伊听落去，去成做咱的活命，成做咱的活命。然后伫启示录嘛是共款，启示录10章第1节到11节，这个内底嘛讲到爱食这卷册，甲这个上帝话来甲伊食入去。整个的圣经对创世纪到伫上落尾拢咧讲食，食毋是真真正正讲着食好欢喜，食好饱当然上帝会赏赐咱需要的啦，亲像主祷文讲的，阮日用的需要你赏赐互阮日用的饮食啦除了肉体的需要以外，搁较重要是这个性命的宴席所以咱看到路加福音15章，耶稣对3个譬喻，伊会讲这3个譬喻，是因为法利赛派甲经学士咧挑战伊，这个宴席有问题，然后伊伫遐解说了后，搁甲伊说倒转来，这个宴席是上帝的喜乐，这是一个天国的宴席，是一个性命的宴席，一定要甲主做伙
同齐道的人，才会当得到即个永远活的生命的宴席。吼，好，今仔日就讲到遮。来，有要问，还是讲要分享的无？同志迄个老爸迄个上尾宴席是表示啥物？有无爱接纳呀？表示欢喜吼，伊讲即个老爸的家其实咧预表的是天国啦。龙子回头倒转来时阵，老爸欢喜，吼，即个是失去佮得到，所以即个天国的宴席是要招所有的人愿意入来，亲像耶稣捌讲到迄个王的宴席。伊去邀请足侪人，结果足侪人讲啊，阮兜牛仔生囝啦，啊，我创安怎无用，无爱来，有无？遮个人拢大囝。到落尾，迄个主人也讲吼，啊，你去路边看到人，你就甲招来啊。啊，遮个就是拢龙主啦，吼，所以入来伫宴席的人得救，无要入来伫宴席的人，佫也未得救。大概是即个角度啦。所以，你若用安尼看法来去看的时阵，老爸落尾甲大囝所讲迄句话，我感觉足深啦吼。伊讲，囝，你时常甲我相甲伫地，我的拢是你的，所以伊就是选民嘛。吼，咱讲，有人误解加尔文的预定论啦，讲这个人是预定要得救的人，但是却是因为安怎，却无得救，为什么？因为伊拒绝，伊用错误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个救恩。吼，啊，即个就是耶稣咧回答迄个15章第1节、第2节咧写迄个法利赛派甲经学士咧甲挑战迄个问题。你哪会当甲遮个毛税甲遮个即个罪人做伙食饭？所以更较简单来讲，是讲啥物人规定讲法利赛派人甲经学士会当管啥物人会当入来天国啊无？吼，啊，更较进一步来讲，耶稣捌讲过，法利赛人家己无要进入天国，对无？嘛安那阻止人入去，就是这个意思。咱若规个拢来念做伙时阵，用天国观去甲看吼，其实这是足趣味的，拢念做伙。耶稣咧讲的教是拢念做伙。安尼毋知有回答到连长个问题无？有啊，议会有没有问题？没有，谢谢啊，没有。好，黄义兄。好，啊无，若无咱请文牧长老带咱祈祷来结束。咱做伙来感谢，主比天堂的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拜五暗时会当通过牧师用宴席将圣经中间、新约旧约中间的宴席做一个真正好的整理甲教导，互阮通知，阮要入伫主的宴席。总是阮嘛爱引带侪人会当参与伫主的宴席中间，阮伫遐要领受主你丰丰富富互阮的生命。主恳求继续带领甲阮每一个肢体拢三脚伫地，帮助阮教会圣工的进行，拢有主你的看顾、带领甲保守。特别即个疫情的中间，主恳求你鼓励阮的兄弟，有的家庭确诊受隔离，侪无方便，主恳求你甲因三脚伫地，帮助因的身体一日得到空间。主恳求你赐福带领，阮的教会伫将来日子中间，会当伫阮即个所在，成做一拍的光灯，成做一个助你宴席的所在。主恳求你赐福带领，甲阮每一人三脚伫地，阮将一切仰望交到主你的圣手，伫你骹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靠着耶稣的名，阿免。阿免，
谢谢。好，多谢牧师，谢谢。好多谢，OK，好，平安平安。